如果對住空氣講聲多謝就可以還清嗰2000萬數，咁全香港啲大耳窿財務公司一早集體執笠啦。今日我哋要直接撕開呢本喺心靈雞湯界紅極一時，由日本作家小池浩寫嘅《從負債2000萬到心想事成每一天》，一個負債累累嘅大叔點樣喺1年之內翻身，仲要靠嘅唔係努力，而係靠同宇宙落單。佢將吸引力法則極端化，再加埋啲日式迷信，包裝成一個虐待狂宇宙先生嘅故事。睇下入邊到底係奇蹟定係一個精緻嘅神棍陷阱。第一部分，宇宙先生係神蹟定係精神分裂？書入邊最核心嘅角色係一個自稱宇宙嘅浮游生物。作者小池浩話，當時佢開衫雪鋪失敗，負債2000萬日元，喺浴室喊到豬頭咁嗰陣，突然聽到一個聲，自稱係宇宙先生。我哋理性少少去睇，呢個所謂嘅宇宙先生，其實係作者喺長期壓力爆煲，俾人追債追到精神崩潰之後衍生出嚟嘅第二人格。喺心理學上，呢種現象叫解離。當一個人承受唔到現實嘅痛苦，佢大腦會自動生成一個強大嘅幻覺嚟保護自己。一個正常人喺浴室見到舊浮游生物仲同佢傾偈，第一時間應該係去睇精神科，唔係去落訂單咯。作者將自己內心對成功嘅渴望同埋對失敗嘅恐懼投射成一個虐待狂形象。呢個宇宙先生喺書入面成日粗口爛舌，鬧作者笨蛋死仔，點解要咁設定？因為咁樣好精明，佢利用咗一種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心理，令讀者覺得如果我照做但唔靈，係因為我受虐得未夠，我唔夠聽話，而唔係個方法錯。第二部分，語言藝術天花板，落單嘅邏輯陷阱。書入面最出名嘅講法係，你平時講嘅嘢就係訂單，宇宙會自動同你 double 放大。例如，如果你講我想還債，宇宙就會實現你想呢個狀態，結果令你永遠卡喺想還債但還唔到嘅無限輪迴。佢將宇宙形容成一個智商有缺陷，仲要好鍾意玩字眼嘅自動販賣機，就好似如果你點咖啡講得唔準，佢就俾杯屎俾你飲。呢種對語言嘅過度解讀，其實係一種文字巫術。佢利用咗人內心嘅不安感。當你每日要提心吊膽，驚自己講錯一句好慘啊，就會真係黑仔多10年嘅時候，呢種做法剝奪咗語言作為溝通同抒發情感嘅功能，將佢變做一種禁忌。事實上，心理學話俾我哋聽，適當嘅宣洩對心理健康好重要，而唔係強迫自己每日講啲連自己都唔信嘅偽正面說話。第三部分，排骨飯與涼麵，心靈雞湯界嘅免死金牌。當作者問點解落咗單咁耐都未見效，宇宙先生就拋出一個延遲系統，因為你以前落咗太多倒霉訂單。呢個比喻簡直係心靈雞湯界嘅免死金牌，呢種係完全冇得反駁嘅馬後炮邏輯。如果願望實現咗，作者就會話睇下宇宙幾靈驗；如果未實現，佢就會話邊個叫你以前啲排骨飯咁大碗，慢慢食啦。呢種邏輯點樣令信徒永遠唔會懷疑導師？因為無論結果點樣，導師都係立於不敗之地。呢種將責任一腳伸俾過去嘅自己嘅做法，根本就係極端嘅受害者有罪論。如果你等咗10年都未發達，佢可以大隻講話你以前造業太深。呢種理論一樣嘢都解釋唔到，但可以用嚟敷衍任何失敗。呢種敘事手法，你喺好多唔同嘅邪教裏邊都會揾得到。第4部分，財務危機、預付系統同賭徒謬誤。書入邊最令人牙肉痛嘅危險建議係叫一個負債累累嘅人去夾硬花錢。宇宙先生話，宇宙係一個預付系統，你想賺錢就要先付出能量，即係錢。作者當時仲爭緊大筆債，居然夠膽死跑去報個50萬日元嘅心理學課程。佢仲主張你睇中就係勞力士就要自我催眠，講我買咗啦。呢度我想講一個我自己嘅經驗，其實係好多年前我曾經參加過一啲類似傳銷嘅物體，呢個係真實發生嘅事。佢哋都會喺你啱啱開始入去嗰陣時，帶你去一啲賣好貴好貴嘅名錶鋪頭行。跟住佢會叫你揀你想買邊一隻，跟住你揀完之後，當然佢唔會買俾你，但係佢就會返去 office 嗰度同人哋講，已經揀好咗啦，嗰隻成10幾萬噶。你睇下佢幾積極，其實個手法係一模一樣，佢將你模糊化，再將呢個模糊化擺埋落其他人嘅身上。呢個手法真係要好小心。嗰陣時我得20歲，所以唔係好知佢究竟做緊乜，但係而家正所謂人老精鬼老靈。
你再用呢啲方法對我已經無效，但係大家都真係要小心，真實嘅世界上面都會有呢啲人嘅存在，仲要都幾多。好，我哋繼續。呢一種邏輯叫賭徒謬誤嘅浪漫化。喺現實世界，一個負債2000萬嘅人，如果還學人預付幾十萬去讀啲唔知有冇用嘅靈性課程，最大機會係直接破產爆煲，被銀行追數追到跳樓，而唔係咩能量流動。作者將盲目消費包裝成對宇宙嘅信任，呢種毒雞湯對於缺乏理財常識嘅讀者嚟講，簡直係慢性自殺嘅邀請函。如果你因為咁樣去刷爆張信用卡，宇宙先生唔會幫你還，最後坐喺收數公司門口嘅係你自己，唔係嗰粒浮游生物。第5部分，我愛你光波係能量聯結定係性騷擾？書入邊教人對住銀行經理射我愛你光波，仲要對準人哋個眉心嚟射。你想象下個畫面，一個欠債嘅大叔行入銀行，唔係攞數據，唔係攞還款，而係眼定定望住個經理個額頭，心入面默念我愛你。經理唔係批貸款俾你，經理係應該幫你叫保安或者報警送你去精神科。作者將呢種神怪行為美化成能量聯結，其實佢最後貸款成功係因為業務員換咗人同埋建立咗信任感，但作者偏要將功勞晒俾嗰個無形嘅光波。呢種歸因謬誤係為咗維持佢嗰套神秘主義，而刻意忽略咗真實世界嘅商業運作規律。第6部分，偽科學頂峰，O 環測試與手鏈生意。當作者發現單靠吹水未必夠賺，佢就開始發展副業。賣能量石手鏈，仲要用所謂嘅 O 環測試嚟幫人揀石。O 環測試喺科學界一早就被定性為偽科學，純粹係受心理暗示影響嘅肌肉反應。但作者硬係要用嚟證明某粒石同你頻率一致，呢個章節嘅商業味濃到出汁，成個劇本寫到好似深夜電視購物頻道啲欺騙大眾廣告咁。最搞笑嘅係，作者話宇宙先生都係透過呢啲提示叫佢開拓手鏈業務。呢種將神靈指示同商業推銷擺埋一齊嘅手法，由古至今都係神棍嘅標準招數。其實佢係靠賣手鏈俾啲絕望嘅讀者嚟還債，呢個先係真相。呢度我又要插一插嘴，講我之前嘅一份工作。其實我之前係做過一間好出名嘅水晶公司，唔係嗰啲擺設水晶，係真係風水用嘅水晶公司。當然，我哋嘅 office 就有好多好多真嘅水晶啦，就連我張台下低都有一個保齡球咁大嘅粉紅水晶。如果有玩過水晶，都知道粉紅水晶係求愛情，仲要成個保齡球咁大喺我腳底。你諗下，我啲愛情係咪應該好勁？但係話俾大家聽，係完全唔關事，完全冇幫助。之後有次去咗老細房傾偈，我就問佢點解一啲反應都冇，佢只係輕輕講咗句，一嚿石你想有咩反應？但係我都要補一句㗎，有啲店長佢經常會利用水晶打坐，面色真係好好，不過就唔知同水晶有冇關係啦。第7部分，5萬次多謝，書中建議每日要講5萬次多謝嚟清洗潛意識，話咁樣係清潔。試想像一個人每日對住空氣講幾萬次謝謝，當你重複一個詞語幾萬次，你個大腦會進入一種極度疲勞狀態，甚至會產生幻覺，用機械式嘅重複嚟暫時壓抑內心嘅焦慮。問題係清潔完之後，債務依然喺度。如果讀者淨係留喺屋企，最後只會變成一個好有禮貌嘅乞兒。第8部分，宇宙利息制度，輸打贏要嘅無賴。作者話，如果你設咗期限，但願望冇實現，唔好驚，因為會有利息。宇宙遲啲會俾份更戲劇化嘅大禮你。呢種講法比延遲系統仲要無賴。願望遲咗唔係失敗，而係幫你儲緊利息，真係點寫都得。呢種係典型嘅雙贏邏輯，贏咗就係奇蹟，輸咗就係賺咗利息。咁樣無論結果點樣，作者嗰套理論都立於不敗之地，令信徒永遠唔會懷疑導師，只會覺得係自己未等到利息。第9部分，極端利己主義，全部都係我。宇宙先生教導，宇宙嘅所有人事物全部都係自己嘅化身。呢一種講法喺靈性圈好興，話世界係你嘅鏡子。如果你見到窮人受難，係因為你內心唔夠豐盛；如果一個人被車撞，係因為佢下咗被撞嘅訂單。呢一種邏輯唔單止欠缺同理心，仲會令人變得極度自私，無視社會問題。對作者嚟講，咁樣可以令佢心安理得，無視外界嘅痛苦，專心追求自己嘅奇蹟。最後第10部分，
終極總結，生存偏誤嘅操作手冊，小池浩最後還清咗錢，呢個係事實。但大家要睇清楚個真相，佢還清錢係因為佢辭咗份超市兼職，全心搞生意，因為佢有電視採訪帶嚟嘅客源，因為佢老婆同家人喺背後撐住，仲有佢本身就有做生意嘅底子。但佢喺書入邊將呢啲實際行動全部抹殺，包裝成宇宙先生嘅提示。佢教讀者去慢跑，去參拜，去講謝謝。如果讀者照做而失敗咗，佢大把藉口等緊你。呢個係一本贏家寫嘅神話。佢將複雜嘅翻身過程簡化成一套白痴都聽得明嘅口頭禪。對於一啲已經絕望到要自殺嘅人，呢套精神鴉片確實可能有暫時嘅鎮痛作用。但各位日本書館嘅觀眾，我哋要嘅係掌握現實嘅勇氣，而唔係逃避現實嘅奇蹟。我哋今日拆解呢本書，唔係要否定作者努力嘅成果，而係要防範大家睇呢類書嘅時候，唔好盲目咁俾作者牽住鼻走，將所有神怪嘅包裝當成真理去跟。最緊要係保持理性，吸取入面嗰種永不放棄嘅人生態度，但同時要過濾走啲唔合邏輯嘅迷信同財務陷阱，先至唔會由一個現實嘅困境跌入另一個由幻想積出嚟嘅無底深潭。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大家會唔會對呢一套宇宙法則有唔同嘅睇法？或者你身邊有冇朋友真係信到走火入魔？歡迎留言大家分享下，我哋下集見，拜拜。